電影狂熱主持陳子斌。咁啊，繼上個禮拜就講過，就由香港同埋韓國卡士所合演嘅呢個《影子愛人》啦。咁而將會喺呢個禮拜都會有一部咧係喺香港上映嘅另一部由中國同埋韓國卡士，即係由元彬同埋湯唯主演嘅《晚秋》嘅。咁啊，未講呢部戲之前呢，我其實會有個疑問，就係話呢啲咁嘅即係起用韓國嘅明星嘅中國或者香港電影，以往又好或者嚟緊嘅可能會有一啲拍緊嘅製作，似乎類似呢一種組合嘅卡士嘅電影呢，成績似乎都唔見話得有咩咁理想。咁我都明嘅，你話揾韓國嘅演員，即係你話男演員咁似乎嗰幾個嗱，元彬啊、權相佑、張東健啊、論外形嚟講，佢哋係即係比較出眾嘅。咁可能真係喺香港嘅男演員嚟講呢，實在買少見少。咁但係睇翻佢哋次次合拍嘅時候，你話火花又唔係話真係太大。咁即係正如上集我哋講過嘅呢個《影子愛人》啦，喺香港第一日票房呢，睇翻呢，只係得個13,000蚊港幣啊嚇。咁而且只係得個一兩間嘅戲院上。咁顯然呢，無論係觀眾又好啦，或者呢個發行商呢，都係對呢一類咁嘅有韓國影星孭飛嘅港產片又好啦，大陸片又或者係呢一個中港合拍片嘅配搭呢，似乎唔係咁受落，亦都覺得好似即係咪呢個香港市場呢，似乎係容納唔到呢類咁嘅電影啦。咁講翻《晚秋》呢套戲啊，咁就呢一套戲呢，就喺呢個西雅圖度拍攝嘅。咁聽個名叫《晚秋》，套戲呢，《晚秋》就拍到好似陰陰沉沉咁樣，煙霧彌漫，一啲秋天嘅感覺呢都係冇嘅。咁有陣時就會話喂，咁如果你都拍，點解唔上少少啊？西雅圖對上咪溫哥華咯，咪溫哥華講到尾喺楓葉國裏邊，咁起碼至少有啲即係秋天嘅感覺啊，係咪？咁同埋至少喺加拿大拍都應該會平過美國拍啩，係嘛？論製作上，咁你話即係雖然今次睇得到就係元彬同埋搭湯唯呢一個嘅配搭都始終都好過上次我哋睇《影子愛人》裏邊嘅呢個張柏芝搭呢個權相佑啊。咁其實就即係一個中國人同一個韓國人嘅故事。咁彼此咧就唔係話好認識對方嘅語言。除咗元彬咧喺戲中話自己即係淨係咧識聽中文嘅好同埋壞。兩人咧因為咁樣就要用即係英語交談啦。其實基於英語咧都並非兩人嘅母語，咁所以咧始終喺交流上咧兩人喺戲裏邊咧始終都似有一層隔膜咁樣啦。咁其中有一場戲咧就湯唯咧就用呢個中文咧就向呢個元彬咧傾訴佢過往殺丈夫嘅往事啊。咁唔識中文嘅呢個元彬咧只係答好同壞啦。但係嗰場戲咧雖然咧就即係湯唯咧終於有一個機會咧俾佢發表自己內心嘅戲啊。咁但係始終咧俾人覺得就好似怪怪地咁樣。即係戲裏邊咧有一啲比較拖長嘅場面啦，例如話即係佢哋兩個人咁喺街頭見到一啲人共舞啊咁之類嘅場面，咁問心即係觀眾睇落係有啲即係催眠嘅感覺㗎。咁晚秋咧就係其實改編自1966年嘅一部同名嘅韓國片。當時上映嘅都係叫好不叫座嘅。其實咧呢部戲咧初嘅定調咧似乎只係一部悲情片咧，多過一部愛情片去發展嘅。以呢個二國男女嚟講啦，大家又雞同鴨講啦，再加上咧就以咁嘅戲軌嚟講咧，拍出嚟咧成績有幾好咧，都實屬意料之內㗎啦。其實以一對陌生人喺異地嘅邂逅嘅戲咧，以往就有呢一個即係成功例子，中外都有嘅。其實你話外國咧就有呢一個由 Julie Delpy 同埋呢一個 Ethan Hawke 合演嘅呢個 Before Sunset 啦Before Sunrise Before Sunrise 就係講佢兩個喺維也納咧相遇。呢套戲其實到最後亦都拍埋續集嘅。Before Sunrise 之後有 Before Sunset。如果大家有記得港產片過往都有一啲戲係有咁嘅情節嘅，就係好似阿飛正傳，如果你記得嘅話，劉德華同埋呢個張曼玉咧
都係即係雖然佢哋係香港人啦，咁但係其實嚴格嚟講，你可以話張曼玉其實係澳門人咁啊，喺香港度即係無親無戚咁啊，又俾張國榮拋棄咁啊，同呢個劉德華呢就萍水相逢咁啊，喺街道嗰度半夜咁啊，一路行一路傾下偈啊，咁啊跟住又睇到即係劉德華又 kind of 暗戀啊張曼玉啊咁樣，其實都係拍到嗰種情調出嚟嘅。咁但係呢，晚秋呢，唔好意思，係拍唔到呢一種感覺嘅。